排出去的时候有撞到你们那边。然后现在他们就去沿着车顶上面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等我下去，你等我下去，我看看。慢慢来，慢慢放低，慢慢放低来。对，可以吗？下来。这个先录下来。好，这种先录下来。再来，放低，好，不行。刚脱困的那个女性乘客，她前一阵要搭车去台中找，然后听到他们说听到很大的撞击声，然后整个车子都停，然后都往前倾倒，然后他们乘客是用行李。刚才是有一个提到你说。好像都卡在那边啊。所以试车的都出来了吗？试车的，试车在这里，你可以从这边下来，去到旁边的草皮，要不要？会不会电人？不会，刚他们有走过，你们小心一点。看到这个车子了，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了。对呀，整个火车已经和平隧道。这边是什么地方啊？清水隧道这里出状况，整个火车已经报销了。我的手还好没断呢。哇，撞到卡车了，卡车掉下来了。哇，撞到卡车掉下来，火车都已经变形了。哇，前面的车厢全部都变形了。过去了。车子掉下来。对啊。清水隧道。我们现在清水这个路段，我是完了没有，前面的火车已经点掉了，可能一定有伤亡。好像都卡在那边啊。所以试车的都出来了吗？试车的，试车在这里，你可以从这边下来，去到旁边的草皮，要不要？会不会电人？不会，刚他们有走过，你们小心一点就好，带重要的东西就好。